國際上近來關心美國媒體 CNN 的創辦人泰德·托納是傳出過身的消息，才到87歲。伊在1980年代是開創全球頭一個24點鐘的新聞頻道，是媒體界傳奇人物。另外，伊也是一位慈善家，捌捐10億美金給聯合國，就連美國總統川普嘛來鋪文哀悼甲讚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創辦人泰德·托納初六傳出過身的消息，食到87歲。批名是南方大炮的托納，出世在俄亥俄州，後來在亞特蘭大做生理，是美國媒體界上有爭議嘛上勇敢的先鋒。伊對老爸廣告扛棒生理開始做，了後甲亞特蘭大電視台買落來，而且在1980年創立 CNN。在迄當陣，互人笑講是低成本，而且看無夠重的雞湯麵網絡。沒想到煞開始24點鐘即時新聞的時代。托納做人真阿薩利，想啥講啥。伊知影在商業電視體制之下，趁錢甲影響力才是新聞部門生存的關鍵。Hit on it, the whole network philosophy, all this BS about journalism. Journalism isn't what carries the day in these news departments. It's dollars, and dollars translate with ratings. 除了佇媒體界化水的行動，托納也是一個慈善家。伊在1997年宣布捐10億美金給聯合國，用來支持全球健康、和平甲人權。讓聯合國基金會成立，就算托納後來甲電視網賣予時代華納，讓伊講失去公司控制權是一個錯誤。也毋過伊在環境保護甲外交的獨立，煞予人看做是伊留予世界上珍貴的遺產。He helped expand our reach and mobilize our partnerships, drive action on many of the defining challenges of our time, from global health to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n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planet. 托納食老受到6億實體失智症的困擾，有較少出來。在伊過身的消息傳出來了後，美國總統 Trump 在社群平台大文悼念，講托納是廣播史上的偉人之一，也是伊的老朋友，而且講伊食老的時看到親手創立的 CNN 走錯去，真傷心。托納豐富的一生，看新聞、體育甲土地開發，毋但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佫較是一個不斷挑戰極限、見證歷史的夢想家。公視新聞，鄭偉林編譯。